看这位兄弟的神色，怕不是什么好消息吧？永州情况如何？皇上中计了，永州是座空城。那皇上呢？皇上正带着大军赶回玉京州。大军已随蒋洛去了永州，玉京州不过是一座空城。谢大人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谢崇锦，蒋洛暴虐无道，此番失利必定拿你开刀，不如就此弃暗投明，将功折罪，协助太子回归正统。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失算罢了，就让我认输，你们也未免太小瞧我谢崇锦了。来人，将这群叛军全数剿灭！石进，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背叛自己的妹妹！我若是用如此下流的方式逼婚，那是背叛了我自己的良知。放着大将军不做，非要做一个戴绿帽的逆贼，你们石家机关算尽，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呆子？那也好过你们谢家满门忠生了你这个王八蛋！往哪儿跑？谢崇锦，你怎么不跑了？郡主，若是我一个人回到宫州，只怕会凶多吉少啊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，就干脆死在我手里。可是我现在还不想死。那可由不得你。谢崇锦，你可真卑鄙！我方才已说过了，我还不想死，只有抓到了你，我才有活路。拿下，带走。站住！霍华，谢崇锦，你这个混蛋！长安伯，你要是敢追的话，我便和班化同归于尽。